伫咧高雄茶山有一种台湾完整的花叫做雷公青，数量少佮珍贵。最近所巡山志工发现到，讲有一丛260公分悬国宝级的雷公青，顶头的果子拢装潢慢了了。 寿山的步道边啊，有一丛国宝级的雷公青，人员当咧讨论要甲这台红外线翕相机藏伫地，因为日前就有志工发现，这丛雷公青原本生千外粒的果，毋过顶悬所有10几粒的果拢无去啊，因为果子即马就要到分，巡逻志工的烦恼讲，敢会互人继续破坏？一毛毛雨，有人去甲念伊的字，店面的字还不是。 完全成熟，去改念，他不懂，他以为这样子可以去播种啊。今年好不容易又有了啊，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宝贵的了。说大家就是共同维护。雷公青是台湾的原生种，是真珍贵的生态。这丛雷公青过去捌结果到284公分，是目前上悬的纪录，才会号做国宝级的。今年志工发现这丛雷公青结果有260公分，目前阁会继续生果子。主管处表示讲，因为即马无证据确定是人偷办的，嘛可能是高山啊，也是自然落去。即马除了加装翕相机监测，也已经派人员伫山区加强巡逻。是毋是人为来造成的吼？目前阮是也无讲有较明确的证据啦吼。啊，因为伫自然界吼，其实足侪因素的发生吼，有当时也是家己搭落来，啊嘛有可能是咱的动物吼去甲酸断吼，即类的情形拢有可能发生。目前主管处也伫查选入口处打公告，呼吁民众毋通黑白捌雷公青，若无会违反国家公园法，头届会罚1500，第2届就会罚3000。记者钟义辉、顾兆勇高雄报道。